嘉义市的就业中心邀请脚踏车店的师傅做伙来，甲等伫路边的这废弃脚踏车重新整理了后，送予就业中心的弱势民众。那活化这挂脚踏车，解决着环境的问题，也会当帮助弱势民众。一定要看。替脚踏车的状况做检查，要先找到爱修理的所在，等修理好势了后，就会送去予嘉义市的就业中心，予就业中心人员送予一寡要找头路但是无交通工具的弱势民众。来遮找头路的，阮得去评估讲，伊的状况啊，阮想要甲伊推荐去找头路，啊，毋过因为伊无交通工具，实在是因为欠这项啊，就无法度去面试啊，所以阮得评估了，然后去送伊这个脚踏车。体力也没有说很好，所以就是对，只能找比较近的，对，然后让我有代步工具，然后可以去上班。这一台一台的脚踏车原本拢是无人要骑，但伫边仔的废弃脚踏车，为了要活化这的资源，嘉义市就有脚踏车店甲就业中心来配合，免费甲车修理好势，阮也方便弱势民众来使用，嘛顺续解决环保的问题。无爱车啊，台目啊来回收，啊，就一台到一台，10台车甲倒的，反正倒2台当徛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若搁较无够的零件，咱甲贴新的落。嘉义市就业中心表示，一台脚踏车对经济弱势民众来讲，会当增加因找头路的工作范围，嘛会当减轻因体力的负担。目前到今已经修理18台车，送出去11台。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为了协助有需要的民众，嘛会当鼓励因来使用就业中心的资源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